高雄有一间高级举办着校庆活动，校方动员全校师生倒伫运动场顶头，双手放伫胸坎仔头前做行礼动作，做一个9000外人的开箱文。主角呢就是李姓先师孔子，会有这款的开箱文，原来是学校为着要替校内拄好做好的孔子像来举办活动，配合着即马上时间的开箱文哦，将近万人倒伫运动场，看起来画面真壮观。 好，运动市场就位啦。听到司机的指令，大家就拢伫运动场顶的倒落，为天顶翕的画面来看，场面真正是足大的。 现场算一个老师甲学生拢总有9000外人，佮加上这摆用372张 A3 的纸斗起来的孔子公的图，高雄一间高职学最近真夯的开箱文，主角就是孔子公。那老师学生拢出动，内底可以当看到有人穿原住民的衫，另外嘛有各队的学生手会提乐器倒伫涂骹，学校用这款的方式来宣传，真侪人看到拢讲，这根本就是史上上大的开箱文。应该是第一次那么多人，对，第一次。 不然你们以前都没有一起？没有，因为你看其他人的照片都是那种一点点啊。从上个礼拜就开始准备了。会不会觉得这一次很有创意？很有创意。特别选择这样的一个开箱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来做整个历史上的一个画面。那庆祝学校生日，嘛就这个活动，和老师甲学生的感情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